衣蒙掹紅衫嘅就係達達，呢個蓬頭垢面一撇嘢嘅憤怒之靈就係 JJ 啦。好，準備由 JJ 開波。好啦，睇下 JJ 點踢先。哇，唔好睇小佢啊，彈兩下一腳西過去。哇，一個頂頭錘心口頂過去。哇，果然係達達啦。跟住呢個攞錘都好勁，跟住再你一攞來我一攞去。哇，整多次阿羅娜，你個唔夠我勁。哇，小心小心。咦，哇，呢個叫頂三嘢，三下之後彈過去，然之後再揾頭再頂個頭錘。哇，呢個勁啊！哇，天殘大腳一吹，哇，犀利！達達殺過去，好，用平攞一頂，再用頭錘一撞，哇，好勁啊！咦，呢下震波，不過一樣頂得順，你又震來，我又震去，你估你有得震，我冇得震啊？一樣掂，好，再整多下震咯，彈過嚟，再彈三下，咦，究竟龍門喺邊呢？我望咁耐都未見嘅。哦，原來洗龍門嘅2人足球賽，全憑個人實力取勝。好啦，最後，哇，出陰招啦，神掌一出，嗱，大家睇啊，冇掂㗎，冇犯規㗎。好，哇，結果打成平手，兩方賽事燕喎，大家冠軍 ，very good。阿 JJ 俾個真身俾人睇下個樣啦。好多人考試啊！哇，係冇錯啦，就係我嘅 JJ 啦。呢位就係達達啦，達達。哇！